今日選讀嘅經文出自於路加福音15章11至32節，請大家聆聽上主嘅話。耶穌又說：一個人有兩個兒子，小兒子對父親說：父親，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。父親就把財產分給他們。過了不多幾天，小兒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，往遠方去了。在那裏，他任意放蕩，浪費錢財。他耗盡了一切所有的，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饑荒，就窮困起來。於是他去投靠當地的一個居民，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。他恨不得那豬所吃的豆莢充飢，也沒有人給他什麼吃的。他醒悟過來，就說：我父親有多少僱工，糧食有餘，我倒在這裏餓死嗎？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，對他說：父親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從今以後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，把我當作一個僱工吧。於是他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。相離還遠，他父親看見，就動了慈心，跑去擁抱着他，連連親他。兒子對他說：父親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從今以後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。父親卻吩咐僕人：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，把鞋穿在他腳上，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，我們來吃喝慶祝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的。他們就開始慶祝。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，他回來離家不遠時，聽見奏樂跳舞的聲音，就叫一個童僕嚟，問是什麼事。童僕對他說：你弟弟回來了，你父親因為他無災無病回來，把肥牛犢宰了。大兒子就生氣，不肯進去。他父親出來勸他。他對父親說：你看，我服侍你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，而你從來沒有給我一隻小山羊，叫我和朋友們一同快樂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財產。他一回來，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。父親對他說：兒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可是你這個弟弟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慶祝。感謝上主嘅話。弟兄姐妹同朋友，主內平安。今日係我響呢一個講台上面第3次講浪子個比喻。咁第一次講嘅時候呢，就避免只講小兒子，唔講大兒子，因為小兒子啦，無論喺邊一個文化嚟講，佢都係一個浪子，一個敗家仔。咁最後佢認錯，回來認錯係值得慶賀嘅。俗話都有講啦，浪子回頭金不換。咁第二次講嘅時候呢，係參考咗楊錫鏘牧師嘅書。咁佢喺當中咧，好仔細嘅觀察小兒子同大兒子同父親嘅對話。咁從中咧睇出佢哋同父親嘅關係，究竟係父子關係啦，抑或係老闆同僱工嘅關係。咁今日第3次去傳講呢個比喻，我當然唔能夠將前2次嘅講道嘅內容將佢炒喺一齊，好似炒雜咁。我諗過唔到天父嗰關，亦都過唔到我依關。我當然亦都過唔到你哋今日參加崇拜同埋喺網上參加崇拜嘅呢一關。神嘅話語係豐富嘅，可以滋養我哋嘅生命，就好似我哋食嘅食物水
同埋各種嘅維他命供應我哋身體上所需要嘅一樣。解釋比喻嘅一個重要原則呢，就係一個比喻只有一個主題，但正如我哋唔能夠從2個或者係3個角度去觀察鑽石，我哋就落結論話：哦，我哋已經知道鑽石係乜嘢啦。更何況係神嘅話語啦。因此喺呢個時候，讓我哋一同去禱告。我哋喺天上嘅父啊，我哋感謝你，感謝你對我哋嘅豐富嘅供應，你供應我哋身體上所需要嘅一切。你亦將你自己嘅話語賜俾我哋，養育我哋嘅生命，好似蜜一樣甘甜，比金子可羨慕。雖然我哋唔能夠完全體會詩人對你話語嘅認識，但我哋知道我哋需要你嘅話語，就好似我哋需要光，知道睇清楚我哋前邊要走嘅路。主啊，幫助我哋，開我哋嘅心眼，以致我哋能夠在我哋以為好熟悉嘅浪子比喻當中，其實都有好多係我哋唔知道嘅。以致我哋每次嚟到你面前嘅時候，我哋都存一個感恩謙卑嘅心，聽我哋嘅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們。要了解耶穌點解要講呢個浪子嘅比喻，當然離唔開耶穌講呢個比喻嘅背景啦。喺路加福音15章1到2節嗰度講，佢話有好多稅吏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佢講道。咁法利賽人同文士咧就議論講，佢話呢個人挨近罪人，接納罪人，又同佢哋食飯。咁耶穌咧就對法利賽人同文士咧就講咗3個比喻：失羊、失錢、浪子呢3個比喻。不過喺第3節嗰時候咧，佢係用一個單數字嚟形容呢3個比喻。咁講明咧呢3個比喻咧唔係完全獨立，而係佢哋嘅內容係彼此聯繫，佢哋嘅結構咧亦都好相似㗎。咁比喻咧就用一般人咧共有嘅常識，好似我哋講嘅 common sense 嚟開始啦。人丟失咗比較貴重嘅嘢咧，都會去揾㗎。我哋唔會話闊佬懶理，我哋唔去理㗎。咁佢就話：假設你哋當中有人有100隻羊，丟失咗1隻，都要去揾嗰個唔見咗嗰隻羊，咁直到揾到為止㗎。咁喺和修本當中咧，就用歡歡喜喜去形容呢個主人揾到丟失羊嘅心情，並且咧佢要邀請佢個朋友同鄰舍咧，同佢一齊嘅歡喜快樂。咁我哋咧就咁呢度咧就睇到揾到失去嘅羊，主人歡喜，與其他人咧一起分享佢嘅喜悅。咁最後尾咧，佢有一個結語㗎，佢就話一個罪人悔改，喺天上咧都要咁樣為佢歡喜，比為99個唔需要悔改嘅義人咧歡喜仲大。咁樣咧，從失羊就轉到去講罪人悔改，從地上嘅歡喜咧就講到去天上嘅歡喜。咁失錢嘅比喻咧，佢就話一個婦人咧有10塊錢，咁嗰個1塊錢咧即係1蚊啦，佢相當於當時1日嘅工資，咁都好唔少噶啦。咁如果佢失落咗1塊咧，佢都要去仔細嘅去揾，直到揾到。咁樣咧，雖然喺嗰個比喻當中啦，佢冇講到嗰個婦人揾到失去錢嘅歡喜，但係咧，佢同佢邀請朋友同鄰舍同佢一起歡喜咧，我哋就可以知道佢係開心嘅。所以咧，佢有個結束語咧，又有個結束語，佢就話一個罪人悔改，神嘅使者也要這樣為他歡喜。從失錢又轉到去講罪人悔改，從地上嘅歡喜咧，又講到天上嘅歡喜。咁浪子嘅比喻，小兒子啦，佢響父親仍然健在嘅時候，就要佢將佢應得嘅財物分俾佢，而佢攞到嘅錢呢，就離開屋父家啦，就出外，佢浪費錢財，最後呢，就落到身無分文，甚至豬都有得食，佢都冇得食嘅地步。後來佢決定回家向父親認錯。
唔奢望做父親嘅兒子，只求做一個僱工，都好過餓死異鄉。正如之前講，小兒子真係一個好典型嘅浪子，用我哋嘅話就係一個敗家仔。我哋都可能聽過或者見過呢啲敗家仔重新回頭、重新做人個例子。對比小兒子回家之前，佢預備向佢父親講嘅話，同佢實際上見到父親講嘅話呢，其實係少咗最後一句嘅，就係話把我當做一個僱工啦。小兒子都冇講完呢句話，咁樣呢，就有一個字好特別，就係一個卻字，就係將小兒子要講嘅話呢，就轉到去父親要做嘅事，而且要快，就係話上好個袍子俾佢穿上，將戒指戴喺佢指頭上，將鞋穿咗佢腳上，而呢啲都係作為兒子該有嘅，亦即係話講父親當佢係一個兒子嚟看待，並且叫僕人咧把嗰個肥牛犢宰咗嚟吃喝慶祝。肥牛犢咧就唔係一隻小牛犢，而係一個精選嘅養肥嘅可以用嚟煮嘅牛犢。我哋唔好少睇呢隻牛犢哦。響當時嘅社會，只有響一啲宗教嘅大節日，先至可以響筵席當中去食肉嘅嚟慶祝。而比喻當中呢一個人家係富有嘅人家，又唔表示啦，佢屋企有預備有好多隻精選嘅養肥嘅可以煮嘅牛犢。要不然咧，大兒子都唔會咁發嬲，咁發嬲。我記得我細個時候咧，周圍嘅鄰舍啦，有啲人養雞，咁啊有一啲雞咧就專門生蛋嘅，但係通常有一隻咧就一直都唔殺佢，直到過年先至殺先至嚟食用嘅。我哋從父親對小兒子回家所做嘅一切，就睇到佢係好歡喜嘅。佢個兒子唔單止係失而復得，就好似之前嘅失羊失錢揾到啦，佢更係死而復活。咁響路加福音啦，其實係記載咗耶穌使兩個肉身死亡嘅人復活，一個咧係寡婦嘅獨生兒子，另一個咧就係管會堂女兒嘅12歲個女。咁路加福音響最初記載耶穌響佢家鄉講道嘅時候咧，就講到佢嚟呢個世上個使命咧，就係要使被擄嘅得釋放，受壓迫嘅得自由，宣告神悅納人嘅禧年。耶穌就係使得與神隔絕嘅罪人重得生命，而我哋信徒就係藉着耶穌喺十字架嘅救贖，罪人重得生命嘅一個見證。好似約翰咁講，佢話我哋已經係出死入生。咁大兒子呢，知道屋企發生嘅事呢，係因為佢聽到音樂同跳舞嘅聲音。咁應該係一個比較大嘅規模嘅慶祝，要不然嘅話呢，佢未到屋企就已經越聽到聲音啦。當個僕人講俾佢聽，因為佢弟弟翻咗嚟啦，父親把嗰個肥牛犢宰了，咁大兒子聽咗呢就生氣。咁樣呢，響一個歡慶嘅場面當中，竟然有人生氣，就可以從失羊失錢講到小兒子一直都係歡喜噶，揾到個羊歡喜，揾到個失去嘅錢歡喜。而家小兒子回家歡喜，但係而家竟然有人喺度發嬲，係咪好同嗰個場面好唔合適呢？其實佢唔單止係發嬲，佢係震驚同埋發怒，以致佢拒絕入屋。我哋從佢對父親所講過話嘅語氣，我哋就可以感受得到。佢對父親講：你睇，我服侍你咁多年啊，我從來都冇違背你嘅命令，
而你從來都冇俾我一隻山羊，叫我同朋友一齊快樂。而你呢個仔同娼妓敗光你嘅財產，佢一回來，你竟為佢宰咗肥牛犢。當我哋讀呢段話嘅時候，我啱啱講嘅時候呢，即係大聲啲呵，語氣急促啲，音調高啲，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嘅憤怒嘛？佢係咪完全冇理呢？冇理由呢？好似又唔係喎，好似父親偏心咗小兒子，唔公平，唔 fair， 係我哋呢個世代最常聽到嘅字。唔公平係咪只係因為小山羊同肥牛犢個唔同呢？佢聽到宰咗肥牛犢，佢就生氣，而佢最後同父親講嘅字都停留在肥牛犢身上。其實佢背後嘅係對父親唔公平、唔公義嘅指責。一個係聽話嘅乖仔好仔，冇獎勵；一個係敗家仔，卻有大禮。我唔知道響呢度有冇未信主嘅人？當你最初聽到耶穌個福音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呢個唔係福音嘅？我唔係好服嘅，唔係好公平嘅。我做咗咁多善事，點解神都睇唔見？點解佢將我同嗰啲人，嗰啲大奸大惡去過監獄嗰啲人，放在一齊被稱為罪人？需要耶穌嘅拯救呢？唔服唔公平。點解神睇唔到我做嘅善事，而我做嘅錯事犯罪佢又睇得見呢？我想，就算係我哋信主嘅弟兄姐妹，在你未信主之前，可能你都會有咁嘅諗法，就好似法利賽人同文士，同當時嘅稅吏同罪人。喺耶穌嘅時代，係兩個唔會有團契嘅一兩群人，就好似猶太人同撒瑪利亞人，或者猶太人同外邦人，更加唔可以有任何嘅來往。唔好以為法利賽人同文士睇唔起稅吏同罪人，其實就算一般人都睇唔起。就好似上個主日講到嘅耶穌話佢要住在稅吏長撒該家，周圍嘅人就抱怨講佢話：哇，乜佢竟然去罪人屋企住宿？冇一個人想要佢同呢啲人去認同。大兒子向父親抱怨嘅時候，佢冇稱小兒子為佢個細佬，佢稱為你呢個仔。佢唔認為佢有咁樣嘅細佬。大兒子是浪子嘛？好似橫睇豎睇都唔似喎。佢抱怨父親唔公平，咁係咪佢最有理呢？係咪佢最受委屈呢？按照當時嘅習俗，大兒子唔肯參與父親嘅筵席呢，其實係羞辱咗父親嘅名，就同小兒子呢要父親分家產、浪費財產呢，都一樣係羞辱咗父親嘅名。而拒絕參加筵席係會受到嚴厲嘅對待。好似路加福音14章有一個大筵席嘅比喻當中，佢講到嗰啲因一啲唔重要嘅原因而拒絕去參加赴宴嘅嗰啲人，最後冇機會參加。而喺呢個比喻當中，呢位父親冇發怒，反而佢出嚟勸佢。在整個比喻當中，其實我睇到父親係最忙碌嗰位。佢響遠處睇到佢小兒子，就跑去擁抱佢。佢而家又出嚟勸呢個大兒子參加筵席。大兒子對父親講嘅話：我服侍你咁多年，可以譯作為我好似奴隸一樣咁為你做工。佢從來都冇違背父親嘅命令，就好似法利賽人同文士對佢哋堅守律法嘅一種誇口。好似響禱告聖殿禱告嘅法利賽人，點樣誇自己係如何遵守律法，而嗰位稅吏我就唔同佢一樣啦，唔守律法。
遵守律法成為佢哋服侍神嘅一個方法。我哋喺呢度唔係輕看佢哋遵守神律法嘅態度，而耶穌指責嘅亦都唔係佢哋遵守律法，而係佢哋忽略咗公義同愛神嘅事。大兒子如此服侍父親，冇俾佢一隻小山羊要同佢朋友慶祝。不過如果佢知道父親在宰殺咗嗰隻肥牛犢之前，已經將上好嘅袍子、戒指同埋鞋俾咗小兒子，佢會唔會更生氣、更憤怒呢？或者從價值嚟講，嗰個肥牛犢呢，可能係值錢啲，除咗隻戒指，當然我哋唔係好清楚嗰個袍子、嗰隻鞋有幾值錢，但係嗰個係佢嘅身份嘅象徵。咁會唔會係個大兒子真係睇中嗰個肥牛犢，而佢之前上帝父親接納佢嗰時候，在殺肥牛犢之前已經俾咗佢，俾咗個小兒子嘅袍子、戒指同鞋，而殺咗個肥牛犢，只係增加咗嗰個歡樂嘅氣氛，因為大家可以吃喝慶祝，係咪？咁父親同佢講，佢話：兒啊，你常與我同在，我所有嘅一切都係你嘅。父親稱佢為兒啊，就好似一啲父母對住佢哋個仔講：阿仔啊，咁樣樣，即係叫得好親切㗎。因為你係我個仔啊。父親睇重呢個關係，一直同佢喺屋企嘅關係，而殺咗一頭肥牛犢，對佢嚟講冇一點嘅損失。父親一切都係佢嘅，佢明白父親對佢嘅心啊。最後呢，父親係以話你呢個弟弟嚟提醒佢話，你哋係兄弟關係。小兒子唔單止係父親嘅兒子，更加係你個弟弟。咁樣樣呢，佢呢度呢就有一個最後尾，佢就話：你呢個弟弟係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，所以我哋理當歡喜慶祝。而呢句話呢，係再次從父親嘅口裏講出嚟，可見佢嘅重要性。第一次呢，佢就話呢個係我個仔，係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。所以父親去慶祝。第二次佢對個大兒子講，佢話因為呢個係你個細佬，係你個弟弟，係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。咁就係對佢大兒子加入歡慶嘅場面嘅一個邀請。原因係乜嘢？因為佢係你個細佬。罪人同稅吏挨近耶穌，耶穌同佢哋食飯。其實就係罪人悔改，天上為佢哋歡喜慶祝，而呢個喺地上我哋可以睇到一個場面。神救贖人嘅計劃就好似神召罪人回家，為佢哋預備豐富嘅筵席一樣，係應該嘅，亦都理當嘅歡喜慶祝。話自己從來都沒有違背父親命令嘅大兒子，今次有冇聽父親嘅話，進入屋企同大家一起慶祝佢細佬嘅回來呢？比如冇交代。其實我哋都係大兒子，我哋都係小兒子。我哋係小兒子，因為我哋好似小兒子咁樣犯罪得罪神。我哋好似小兒子一樣，蒙耶穌嘅響十字架嘅拯救，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，藉着耶穌得咗兒子嘅名分。每次教會有受洗嘅弟兄姊妹呢，我心都會好開心嘅。諗起我當年我受洗嘅時候，而教會呢一樣會有慶祝活動，而更何況響天家呢，一樣為佢哋歡喜快樂。我哋係大兒子，我哋有時越熱心侍奉，我哋就會指責嗰啲冇我哋咁熱心侍奉嗰啲弟兄姊妹。
佢哋究竟有冇信主㗎？以自己嘅標準去衡量佢人，假冒為善，從來都唔係法利賽人獨有嘅標誌。我自己做到，點解呢啲弟兄姐妹做唔到啊？自誇同自義，亦都唔係法利賽人獨有。又或者，我認為教會嘅一啲弟兄姊妹信主多年，擔任一啲重要職務，佢哋嘅生命表現都不如我啊！係咪成為我唔參加呢個小組、呢個團契或者呢個教會嘅原因呢？我哋侍奉神係出於對神愛嘅回應，討佢嘅歡喜。或者我哋睇見神俾嗰個只響葡萄園工作1個小時，同俾我嘅一樣，我就眼紅別人所得嘅呢？當然我哋亦都唔係話自以為清高，我只求付出唔求稱讚。我哋都好想得到主嘅稱讚，我哋都好想主對我哋講，我哋係良善又忠心嘅僕人。關鍵在於我哋係自誇藐視別人呢，或者係讓主去評價一切。我自己好記得我信主嗰一天，經過咗差唔多大半年喺教會參加崇拜同閱讀有關基督教信仰嘅書籍。嗰個崇拜之後呢，我決定信主。當時呢，就有信主嘅人呢帶領我作決志禱告。嗰天約黃昏嘅時候呢，我感到好開心，唔知點用言語去表達。咁我就打電話俾一位姊妹，佢在我仲未去教會，當時有好多關於信仰嘅問題困擾着我。佢曾經好耐心嘅聽我講同回答我嘅問題。咁我講俾佢聽，我信主咯。但係唔知點解咁開心嘅。佢就話：聖經講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。佢話而家天上為你信主開 party， 或者可能只有天上為我信主開 party， 可以描述我當時嘅境況。後來我先知道佢所引用嘅經文係路加福音15章第7節，成為我唔能夠忘記嘅經文之一。我哋嘅天父其實比我哋嘅父母更加知道點樣去養育我哋。佢接納浪子，但唔溺愛佢哋。喺我信主嘅年日，我經歷天父個管教同責備，我亦經歷到佢個安慰同鼓勵。好多時候我都發覺我好似喺曠野當中嘅以色列人一樣，咁樣個叛逆唔聽話。但係佢仍然憐憫我，耐心引導我，要走在正確嘅路上，使我漸漸去明白多啲乜嘢係主嘅恩典。回頭去看我信主之前嘅自義同誇口，係幾咁嘅幼稚又自大。我並唔係講我信主之後自義同誇口從此遠離我，而係我知道生命同耶穌連接被佢改變係唔一樣。我唔知道在座嘅弟兄姊妹，在你信主嘅旅程當中，你有冇懷疑對神對你嘅愛，對你嘅接納？佢曾經在你悔改信主嘅時候，天上為你開 party。難道佢而家唔再愛你啦嗎？唔再理你啦嗎？只有佢先係你可以信靠嘅。路加福音之後響呢3個比喻當中，係不斷出現歡喜呢個字，表達咗天父為我哋呢啲浪子浪女回家而歡喜快樂。我哋成為佢憐憫、施憐憫、施恩典嘅對象。在座仲有未信主嘅朋友，
我哋仲拒絕接受佢對我哋嘅愛、憐憫同恩典啊？係咪繼續留在門外發嬲呢？或我哋進入屋內接受佢呢？讓我哋個一生咧都好似可以保羅所講嘅，靠住神嘅恩典同憐憫，我先成為今日嘅我。我哋一同禱告。我哋在天上嘅父啊，我哋感謝你。若唔係藉着你嘅獨生嘅愛子耶穌基督嘅拯救，我哋如今仍然生活在黑暗當中，沒有盼望之中，仍然生活在自以為義嘅光景當中。你歡迎接納我哋回家，回到你個家，亦都係我哋個家。幫助我哋愛你所愛，唔好任憑我哋嘅心剛硬。在我哋聽到你呼召我哋回家時，及時回應你；當我哋自意時，幫助我哋睇到我哋嘅內心，引導我哋一生走在你喜悅嘅路上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